觉了，你喊什么呀？睡觉怎么了？让他们来找我。我来找我，我就是何可可，他就是刘一鸣。你快坐下吧。刘一鸣今天失恋啦。坐下吧。真后悔让你这女魔头来我家。我是女魔头啊。那个，跟你一块长大的那个，他是什么？他就是衣冠禽兽，斯文败类。哇，表面上看上去道貌岸然，背地里什么坏事都干。嘘什么嘘？又没有人在。别跟我提他。不提就不提。那我提梦妮儿，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哇，4年啊，4年的感情说断，咔嚓就给断了。刘一鸣，你眼光太好。哎呦，我说错了。我告诉你，不准说我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我不了解。告诉你，这样的女孩我见的太多了。她就是看上张志恒比你有钱。爱情对于他们而言呢，就是一场梦。等梦醒了之后，就会发现，哎，原来他可以把爱情当成一个屁给放了，然后什么都忘了。其实爱情本来就是一场梦。对于他们而言，爱情，现实的生活呢，就像是一场雨。他们为了暂时避雨，会躲到爱情里，然后等到有一天，他们就会发现，其实他们需要的并不是那个可以和他一起做梦的人，而是那个可以给他撑伞的人。对于梦妮而言，张之恒就是那个可以给他撑伞的人。现在干嘛？喝酒啊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梦里淋雨。伞是低的，夜是红的。你今天的笑容分外的美丽。突然之间狂风暴雨，你依偎在我的身边，我却无法为你遮风挡雨。我发现了，你一伤心就会变成一诗人。好啦，酒也喝了，别难受了。该伤心的人不是你，而是梦妮儿。她太傻了，为了一时之需，失去了一个那么爱自己的人。而你呢，不过是失去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。所以错不在你，在他们。其实谁都没有错，就像你刚刚所说的，错就错在我他妈根本就没有能力能保护他。一个自己都没有伞的人，自己淋得跟落汤鸡一样，我怎么保护他？我就像一颗仙人掌，而他是一朵玫瑰。我生活在沙漠里，他在花园，他在等待绽放，我却在不断的枯萎。我没有办法给他所需要的水分。不对，就算是玫瑰，也有室内的和野生的。
他不是没有选择的权利，是他自己愿意成为一个供人欣赏的室内玫瑰。好啦，我的仙人掌，需要的是水，不是酒。即便如此，我也希望自己是可以给他安全感的温室，不是只靠自己顽强活着的仙人掌。我爱他，我好想给他幸福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已携手过太多，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